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东市的林海路，伫早起7点外发生一件车祸。当时一台载满着学生的箱仔车，为治本要驶往学校，互一台倒弯的轿车撞到。因为撞真大下，两台车拢撞甲真正力。车顶7个学生拢受到轻伤送病院，但是这个驶车的学生家长送病院抢救，救无倒来，亡生了。学生真艰苦。受伤车直行，一台黑色轿车倒弯直接倒撞落，这个受伤车被撞一个冲去到路边啊，一直出现。车顶载拢是准备要去读册学生，总共有7个，疼甲坐伫路边啊。有人身躯扭皮受伤，赶紧打电话通知家长。我们要直接由小车从那出来，拉回走，然后就我们就会因为我们住很远，所以我们会坐车。从哪里来的？从那个资本。救护人员赶紧简单的处理，送去病院。是讲驶车载学生的驾驶是受重伤。卡伫车内驾驶消防人员赶紧急救，验过嘛无恢复心跳，送到病院抢救嘛是无效。校长甲老师一个接到消息，随赶到现场。啊，你听到轰鸣声？对。然后我刚刚问学生哈，对，他的爸爸开车了。我等一下会到马偕医院去确认学生目前的现状啊，好，我们要跟家长保持联系。车祸发生伫早起7点外，受伤车有6个东海国中加一个台东高中的学生，驾驶是其中一个学生的家长，在囡仔为治本到台东市区读册，伫林海路新都路口发生车祸。差不多5分钟就到学校啊，想不到甲平时同款的通勤路会发生严重的车祸，热心倒载囡仔家长因此亡生，或者学生囡仔艰苦佮遗憾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